29都放假啦喎，你呢？我都係喎，其他公司年30先放，我哋29就放啦。啥？整你我1月29號放假，咁你咪捉咗我放咗我成個禮拜？你嗰間咩公司嚟㗎？咁早放假，遲早執笠啦！章魚小丸子，手打檸檬茶。哦，而家啲花家真係多嘢食嘅啫。臭豆腐，搞掂。掃完啦，冇嘢做我去打。諗壞你個腦啊！窗台地板你抹咗啦咩？紅木梳化你抹咗啦咩？執乾淨間屋先有年味噶嘛！電費要1000幾蚊啊！咁貴就貴咯，過年靚靚緊要啲嘅。仔，你快啲過嚟睇下盤蝴蝶蘭幾靚，先16蚊咋？盤蝴蝶蘭16蚊。喂，你好，我想舉報，有人呃老人家錢啊！年底辛苦大家加下班啦，加完班之後就係年會抽大獎。終於可以坐低休息下，過年真係攰過返工啊！你又坐喺度做乜嘢啊？快啲過嚟幫手搬嘢啦！樓下仲有2棵桃花、2棵廉吉、4盆水仙啊！你唔幫手搬，你想做死你媽？